保定这边老马人保险都给结婚别忙对象的固定钱包国内接送的不送途径我都早都说非常感谢唱歌媒体在此就是有机会可以分享佛法的给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透过就是分享佛法，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此非常感谢。那今天呢，我要分享的就是皈依的这个部分。皈依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入佛之前一定会皈依的，学习佛法的人一定要皈依，因此皈依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皈依的这个部分呢，就要用8种不同的重点或者部分来分享皈依这个部分。那8种不同的部分里面呢，第一个要讲的是皈依的重要性。第一个是皈依的重要性，第二个是什么？皈依是什么，或者是皈依的意思。第三个是皈依处，第四个是如何要去皈依，第五个是皈依它有几种，第6个是皈依的因，那第7个是皈依的学处，第8个就是用皈依的功德，有这8种不同的角度来就是分享这个皈依的这个部分。所以当然当我们在听到皈依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觉得很熟悉，也可能会觉得皈依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部分所以因此就是皈依对我们来说的话变成非常熟悉的。那虽然我们都很熟悉皈依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应该要知道皈依它为什么那么重要，这个部分皈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是很多人都想要皈依，很多人就想了解皈依的这个部分。那皈依为什么那么重要呢？通常就是我分享的时候，大概就是简单的来讲的话，可能会有3种的皈依是很重要，3种的部分。哪3种部分呢？第一个是应该是皈依是入佛之门。第二个是什么呢？皈依是一切戒律的基础。那第3个是当然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皈依会分别佛教跟非佛教的，或者是内道跟外道的分别去，因为有没有皈依来界定的所以这3种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皈依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一个我刚刚所讲的就是皈依是入法之门。什么叫做皈依是入法之门呢？比如说我们平常来讲的话，我们要进入一个屋子里面的时候，首先要透过屋子的门可能会进去，如果没有这个门的话，我们进不去的。同样的，当我们想真正的接触佛教，学习佛法，我们要变成一个佛教徒的时候呢，一定是要皈依才可以进入的。如果没有这个皈依的话，那我们也是没办法真正的进入佛教的里面。因此是皈依就像什么呢？就是入佛门的门一样。所以因此这个缘故呢，我们没有皈依的话，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就是什么呢？变成一个佛教徒。所以呢，第一个是皈依是入佛之门。那第二个呢，我们皈依是什么呢？一切就是什么戒律的知，或者是什么呢？根器。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入佛门之后呢，应该是要就是做一些利益一切的众生，利益自己的，或者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要守护戒律的那守护戒律的时候呢，当然会有在家戒跟出家戒之类的等等，有很多种。那无论是我们要守护任何一个戒律的时候呢，都需要皈依的。如果我们没有皈依的话，
或者可以说是，如果我们没有皈依戒的话，就没有办法领受其他的戒律的。所以呢，其他的戒律的根本或者什么基础是什么呢？是皈依戒。因此，如果我们没有领受皈依戒之后想领受其他的皈依戒的话，皈依的话这不可能的。无论是在家、出家，还是菩萨戒，还是可以说是这种密法的戒律之类的等等，任何一个戒律都一定要依止或者依靠的是那个皈依的部分。因此，皈依是一定要有的，一定要需要的。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我们就讲到皈依是什么呢？皈依就是区别内道的或者佛法跟非佛法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就讲到，如果我们没有去皈依的话，那我们无论是做任何一个行善的，这些都是什么呢？不算是真正的佛教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皈依。那皈依了之后才算是什么呢？佛教徒。打一个比方来说的话，我今天去皈依之后呢，我就是行布施的方面，就是去布施的时候呢，这布施的确是可以是什么呢？佛教的内道的一种布施的。那如果我今天没有去皈依布施的时候呢，那这个呢就是平常我们所布施一样，它就是只是一个布施而已的。所以呢，就是要看有没有就是皈依，是区别很大的。因此这样的缘故呢，我们从这个三个角度来去观察的时候呢，皈依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呢是第一个我就是所讲的皈依的重要性。那第二个呢，我要讲的就是什么呢？皈依的意思，也就是说什么是皈依。那当然我们说到这个什么是皈依的时候呢，我一开始就讲到皈依对我们来说的话很熟悉，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太熟悉了，所以呢我们可能会说轻视它，可能会觉得我已经了解了懂了这些，就不会深入的去思考这个部分。因此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只是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只知道皈依这两个词或者词面的意思，真正的没有懂。这个呢是比较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自己认为懂，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懂。那什么叫做自己认为懂，实际上没有懂啊？打一个比方来说的话，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大部分的人都有去皈依。当然我们要去观察的时候，当初我们去皈依的时候，用什么样的形态，用什么样的行为，用什么样的智慧去领受皈依的呢？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人去观察的时候，可能会说我爸爸是佛教徒，他有皈依，所以因此这样的缘故呢，我也是要去皈依。我妈妈是佛教徒，她有皈依，所以我跟着她一起。或者可能会说我的有一些闺蜜啊、朋友啊，我认识的那些人可能会去皈依，所以呢我跟着他皈依，就是这样理解的。那或者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说我们皈依的那个皈依对境皈依的皈依处那个法王啊、上师啊、那个肯博啊非常有名，所以因此这样缘故呢，我去皈依，那之后可能会变成我是他的弟子，所以因此这样的缘故可能会去皈依。那这些真的是真正的皈依吗？这些都不算真正的皈依。真的我们就是这样去皈依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没有弄懂皈依。尤其是现在有很多人这样的，他可能会去依止一个上师，在上师的前方领受这个皈依戒，自己认为是自己是那个上师的弟子，但实际上他连上师的法名、上师的名字什么都不懂。那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你真的去皈依了吗？没有，只是什么呢？就是外表表象而已的。因此这样的缘故呢，这些都不是皈依。所以我们是这样的皈依的话，这实际上真的我们没有皈依。那什么叫做皈依呢？那皈依的意思就是通常可能会在佛经当中也好，很多经书上面解释的是什么呢？皈是归向的、依靠的、救度之意，有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依靠于什么，救度谁，救度可能会这样的意思。
那这个呢，我们就是简单的来讲的话，用生活上面一些比喻的话比较简单一些。打一个比方来说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就是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有些权威的，就是有权利的，就是什么呢？伤害我们的时候呢，这个当下我们可能会寻找更有力的、更有权威的人去寻找摆脱这个痛苦或者空隙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去寻找的时候呢，可能会找到一个比之前的那个更就是优势的，可能会这样去寻找的。那我们这样寻找之后呢，当我们真正找到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它保护我们，好好的就是什么呢？保护我们，可能会这样的形态。那同样的事情，当我们要去皈依的时候呢，是需要什么呢？就像我们有一种心里面可以说是有两种不同的角度。第一个是什么呢？决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行为。这两种。那什么叫做决心跟什么叫做行为呢？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好，或者什么呢，我们在轮回里面遇到种种的困难，遇到种种的就是不幸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所需要一个依赖之处、依靠之处的，那就是谁呢？我们通常会说三宝是什么呢？我们皈依之处可能会这样讲。那三宝是皈依之处的时候呢，我们要皈依的时候需要两种方面的。第一个是我刚刚所讲的决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行为。那什么叫做决心呢？当我们在遇到痛苦的时候去寻找救度者的时候呢，我们真正的了解三宝是真正就是什么呢？救度我们这个痛苦的，救度我们轮回的，就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所以呢，我们对于三宝升起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心，这是第一个决心，坚定不移的。那这时候呢，一定是我们对于三宝有所了解、有所认识才会升起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当我们这样去相信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上面呢，把自己的生苦义三方面这个呢托付给三宝，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一心一意的、诚心诚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要相信三宝。就是之后呢，我们就是从我们生苦义三方面呢，就是尽量去做利益众生的。有这样两种的时候呢，这才是真正的皈依。所以呢，我们要想一下嘛，当我们在领受皈依之前，有没有这样的决心？领受皈依之后，我们的行为有什么所改变吗？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决心跟这样所改变的行为的话，我们只是从表面上面的形式上面的领受皈依而已的。所以这样的话，只是表面上面就是行为上面或者表面上面这样去变成皈依的话，那我们皈依之后也是没有太大的。当然不是说皈依没有就是加持之类的，但是呢，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呢，因此我们一定要有所了解皈依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呢，当然是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很简单的方式去介绍皈依的这个就是意识的这个部分。好，再来呢，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所讲的皈依处，也就是什么？皈依境。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是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会说，我皈依的时候呢，谁法王，谁仁波切啊，谁堪布，我皈依他。实际上，我们的皈依的时候，真的是他们是我们的皈依处吗？不是的。那我们皈依的时候，皈依处是谁呢？这是一定要知道，我们要皈依的时候，皈依处。好，那我们皈依的时候呢，皈依处它有共同跟不共的有两种。那什么叫做共同跟不共呢？共同就是什么呢？只要是佛教徒的话，无论是大乘、小乘、密乘，都是一起认同的一个皈依处跟。还有呢，不共的比较特殊的就是密法的皈依处有两种。所以呢，有两种部分里面，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所要去皈依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我们所皈依的皈依处是谁，皈依处是什么，这个一定要知道的。
那这样的时候呢，当然我们通常大部分都会知道啊，皈依的时候呢，我们皈依的是三宝。那什么是三宝？谁是三宝呢？我们通常说佛、法、僧，这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皈依之处啊，皈依的对境也好，皈依处啊。那上师不是吗？所皈依的那个不是我们的皈依处吗？它是有两种的解释，一个是说是可以是皈依处，另外一个是我们说是它不是皈依处。那什么叫做它不是皈依处呢？因为有时候呢，上师只给予你，就是给予皈依戒的时候呢，它就像一个中介一样的，就是介绍那个客户跟那个主人一样的。所以呢，上师可能会是把你介绍到那个佛法当中那个三宝之后呢，你自己去修持。所以呢，上师就是只是介绍你三宝的，或者给予你皈依戒的皈依那个戒律所给予的传的一个上师，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呢，我们上师是不是皈依戒那个皈依处呢？有时候是说是，为什么呢？三宝的时候，佛法僧三宝的时候呢，僧那上师也是属于一个僧众，因此它是我们皈依处，它不但是是我们的皈依处，而且它是给予我们皈依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时候它有两种解释的。所以我们皈依的时候呢，皈依处就是有三宝，这个一定要知道的。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我们殊胜字典的时候呢，不同的就是这个部分的时候呢，通常在密法里面皈依的时候呢，皈依处有时候会放4种，有时候会有6种。那有4种的时候呢，当然是离不开三宝的这个部分。那三宝之上呢，会讲上师的这个部分。所以呢，我们归上师、归佛、归法、归僧有4皈依的这个部分。那个时候呢，皈依的对境有4种。哪4种呢？三宝加上一个上师。所以呢，这4种是我们皈依之处。那再呢，我们就是还有再来呢，就可能会讲到什么呢？三宝跟三根本。可能会这样的时候呢，那当然皈依的对境就是又多了3种。哪3种呢？3根本。哪3根本呢？一个是加持的根本是上师，那成就的根本是护法，那还有呢就是事业的成就的根本是本尊，那佛性事业的根本就是护法，这3种。所以呢，加起来三宝跟3根本有这3种，这3种加上再加3根本的话，所以皈依处我们皈依境也好，皈依处也好，可能会有这6种。所以呢，我们皈依的时候呢，皈依的对境也可以有3种，也可以有4种，也可以有6种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这样真正的了解所皈依之处的时候，我们皈依之后就不会再对三宝或者对3根本申请就是邪见之类的。如果我们不知了解这些的话，只是给予我们皈依的那个是我们自己的皈依处。那给予我们皈依的那个皈依的什么皈依，给予我们皈依戒的那个上师呢，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福报不足的缘故，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如法的一些上师。那如果我们就是福报很好的话，就不用担心这个部分了。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如法的或者什么呢，就自己觉得好像是不如法的有这样的上师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对上师升起邪见的。那不是说上师他本身有问题的，而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心不清净，我们的就是什么呢？这个不清净的缘故，原因呢，可能会看到很多上师的缺点的这个部分比如说是上师就是为了我们就是讲佛法，开始佛法，有时候呢，为了我们让我们改变，因此用一些比较就是什么呢？比较粗的方式，比较就是凶的方式，比如说是打我们、骂我们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是不知道为了自己好，所以呢，可能会这时候呢，对上师可能有一些邪见之类的等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是对上师升起邪见。那升起邪见的话，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过患所以呢，因为这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一下，
应该是要知道三宝跟上师之前的区别。我们就是对皈依三宝之后呢，我们对三宝非常有信心，但是有时候呢，对上师的看法可能会有些这样的。但是这时候当我们真正的知道自己所皈依的皈依处之后呢，不会有这些问题的。好，这是呢第三个。再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什么呢？第四个这个部分。那第四个这个部分呢，我们要讲的是如何要去皈依。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讲的是三宝嘛，那个时候呢，我们如何要去皈依，也就是如何要去皈依的时候呢，我们皈佛的时候如何的方式啊，皈法的时候，皈僧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那这时候呢，我们通常说皈佛的时候呢，佛是我们的导师，就是在我们皈依的时候呢，佛是导师。法是什么呢？法是道路或者是方法的。皈法的时候如何去皈依呢？就是用道路的方式、方法的方式去皈依的。那皈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在修道上的伴侣或者什么呢，有意来皈依的。那这个也是什么呢？佛皈依的时候呢，佛是导师，法是道路或者方法，那僧是在我们修持的过程当中助伴或者什么呢，亦有这样的皈依的。那什么叫做导师、方法、助伴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刚刚皈依，所以呢，我们不了解非常深奥的这个佛法的部分。因此这样的时候呢，佛就传了这个法的时候呢，用84000种不同的法门，有各种各样的深的广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所以呢，他就是开始这个佛法的就是导师。因此这样的时候呢，佛就是我们的导师。当然对我们来说的话，现在没有就是因缘或者是没有能力亲眼所见到佛，但是呢，我们就是因为有上师啊，传承上师这样的缘故呢，他们跟佛没有什么区别的。因此就是这个呢，佛是导师，也就是什么呢？指导我们如何要去消除这些烦恼啊，如何要去真正的累积这个善业的，就是一种导师一样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要皈依法的时候呢，这个法呢是道路或者是方法。什么叫做道路跟方法呢？在我们反复所指的自相续当中，有很多的贪嗔痴慢疑。那这些呢，用什么要去改变呢？当然是要用这个法，也就是佛所传承来的这个方法去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所以呢，我们法是要去修持的，法是要去闻思修的，法是要去听闻的，让它真正的改变我们自己的心的一种方法来，就是皈依的。这是第二个。那再来呢，我们要皈依僧的时候呢，皈依僧的时候，在我们修持的当中，在我们学习的当中，我们有很多疑惑的，有疑问的，那时候呢，应该要去问一些自己的就是什么呢？其他的就是出家人也好，或者修行者的这些部分的时候呢，他们一定会有方法解开我们所有的这些困惑。因此就是什么呢？他们呢，在我们修持道路上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道友一样。那这个呢，通常我们可能会用一个比喻，什么样的比喻呢？佛呢就像医生一样，法呢就像什么呢？药一样。那僧呢就像什么呢？护士一样的。那什么叫做医生呢？比如说我们是病人，我们的确是病人，我们有很多贪嗔痴慢疑的。那我们有病之后呢，可能会去看医生，医生可能会是把脉啊，可能会观察，他会知道你病的是什么样子，所以呢，他可能会开一个药方给我们。那同样的就是佛呢就讲了很多种就是法，那些呢就像什么呢？就像药方一样的。那这个药是什么呢？上是就是医生给了这个药方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去买那个药。那个药真正的是什么呢？真正的就是我们要消除这个病痛的，或者是什么呢？要对治这个病痛的，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药嘛，对。所以呢，就像药一样，
是佛所传承下来的那个法，是真正的消除我们心中这个烦恼的药，最好的良药。那护士生是什么呢？就像护士什么呢？在我们生病的时候，自己没有能力去吃或者这样的时候呢，他可能会端着这些药给我们吃。那有时候我们在睡或者这样的时候，他可能会提醒我们已经到吃药的时间，可能会这样。同样的，就是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僧众可能会提醒我们如何要什么时候，这样可能会要提醒我们的。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如何要去皈依的这个部分呢？皈依三宝的时候，如何要去皈依的这个部分。